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哥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太子道西麒麟閣嘅單位，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麒麟閣就係位於太子道西240至246號，行去花墟呢，只需要過3條馬路嘅啫。單位實用面積1075尺，一入門口呢，就係經過個走廊位嘅，之後呢，就到咗單位嘅飯客廳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都係望返附近一帶嘅樓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間隔，首先呢，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積呢都相當實用，而且係預留咗衣櫃凹位俾你擺放衣櫃。主人房浴室鬆動闊落，沖涼嘅位置呢保留返係用浴缸。客房面積相當實用。另外一間客房景觀都係望返附近一帶嘅樓景，同樣係訂做咗一個入牆衣櫃。客廁清雅簡約，2個洗手間都係有窗。廚房就係訂做咗櫥櫃嘅，另外預留咗擺雪櫃嘅位置。廚房隔離仲有一個工人房嘅，工人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而洗衣機呢，就係放喺單位嘅工作間嗰度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